浆倒在炉铁电扇上。我们是在新疆，这里的每一把刀都跟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，还有个二维码。没有二维码的刀，公安机关全部通通收走啊！这个刀呢，还要固定一根钢丝绳，然后这个都是套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啊。而且每家每户啊，不管你是什么刀，包括剪刀，你到市场上是买不到的，只有在指定的地方买。这是公安机关亲自来套的。新疆的两批战地马子的啥弹刀，这不啥家伙，刀都是铁锁栓的，他妈呀！